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自驾公车哦，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南台湾第一条自动驾驶公车8月9号伫南科园区由着国发会主委龚明鑫、科技部长吴正中、黄伟德市长含着3关二这民意代表做伙来启动，代表了台南市的都市智慧交通进入了新的境界，将要朝向着全国第一条商业运转营运的自动驾驶公车路线踏出第一步。非常高兴，我们科技部的协助，还有交通部的支持，国发会的肯定，然后能够让台南市这个在南台湾变成第一个来做这个无人车的这个自驾的公共汽车的体验。那么在南科园区基本上当然是属于一个半封闭的园区，园区内的交通状况也相对的单纯，但是凡事如简，由简入手，我们要先学会走，要先学会跑，当然要从走开始。我就讲，这个阶段会挑战伫台南后火车站来开一条新的路线。那将来下一个阶段，我们在成大的部分跟台南火车站后站的部分会开启另一条路线，那个路线就很具有挑战性，因为路线虽然不长，但是因为那是有一段距离是有一段路途是这个一般的道路，所以说这个挑战性很高。但是目前这条路线还在申请中，还没有得到这个批准。我们在南科先批准，先试先行，能够先走。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也希望说所收集出来的大数据，能够对将来无人公车的行驶的普及化，以及无人车的这个研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预计会在第4季来做开放乘客的测试。那我们这2条路线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在明年上半年来邀请我们客运公司来正式加入做一个正式的这个商转的公车路线。自驾公车赞不赞？赞。坐伫自动驾驶公车走一年，转来到南科管理局了后，我就是安尼讲的。觉得蛮有信心的，尤其我们比起去年这个蔡英文总统在沙仑园区所搭乘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轿车来讲，这个无人驾驶的公车以技术更进步，而且更平顺，运行的速度更高。随着整个实验的期程以及将来5G 系统的建制，我相信未来达到40公里是没问题。刚刚我们才是用20公里的速度在开，所以让大家等了蛮久。将来变成40公里的话，就变得很平顺了，而且模拟各种路况也都模拟得很好，因为有白目的马路三宝来闯进来，它都可以及时刹车，都蛮顺的。自动驾驶公车初步的规划假日是驶南科火车站到南科科国馆，平日是驶沙仑智慧60科学城2条路线。好，照顾一下我们右手边的摄影媒体朋友，1、2、3，好。我还记得伫20几年前我看过一篇专题报道这个专题报道内底伊讲公车小姐不见了。那么，咱的乡亲朋友你可能跟我相像，咱即摆甲看伫公车顶悬真正看袂到公车小姐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坐公车公车的这个小姐伊会帮你加票开门是讲协助迄个公车司机啦那么伫咱即摆这个时代内底，在看到公车小姐，好像真的很困难咱看即摆除了讲这个公车小姐不见了，可能未来啦连公车的司机也会不见啦那么因为咱即马这个自驾公车这个21世纪呢，咱的这个5G 的这个时代呢，咱已经有这个智慧科技啦，还有这个人工智慧所以呢，21世纪咱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呢，以后咱的公车内底可能慢慢嘛会甲这个公车司机安尼消失掉不见了那么伫今日节目当中呢，咱来
邀请到咱台南市交通局的局长王明德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未来嘛有这个自驾公车那么这个自驾公车伫咱台南伊到底的未来有啥物种的发展啊？对着咱的公车，对着咱的大众运输，到底佮有啥物种的这个帮助来，咱今仔日邀请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伙来探讨这个议题。局长你好。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局长王明德。是，那么讲的自驾公车啦，自驾好像民众听较无，好像是无人驾驶听较有啦是不是请局长甲咱的这自驾公车的这定义，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好，我想各位乡亲朋友拢知影讲，咱汽车科技的发展愈来愈厉害那比如讲，咱常常听到讲特斯拉这种汽车那这个驾驶朋友呢，可以这个开启自动驾驶就可以睡觉就可以这个不用去开它。不过这个都目前是违反规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之前有几则事故因为这种自动驾驶的这个辨识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非常完全所以我们之前可以看到它没有办法辨识横挡在高速公路，现在只是一个雏形开始而已。是，它还是有很多的特殊的情况辨识不出来譬如说丁回有一台横躺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它就辨识不出来那是一台车，所以就直接给弄起来所以我想这个是自动驾驶技术现在正在汽车的发展上面蓬勃的发展那为什么我们说公车是比较容易先来发展的？因为是公车是固定的路线所以在固定路线顶管我们比较能够预测预期这个公车行过的路是谁做什么款状况是，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公车经过的路线的地形地貌先预先把它做好然后告诉公车上这个自动驾驶的电脑它就比较能够控制一些突发的状况所以自驾技术的发展现在世界各国都是先从固定路线的公车开始发展起所以国内因此有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创新实验条例那这个条例就是为了要让国内这些这个发展自动驾驶的公车可以有一个实验的计划那不过这个各位市民朋友不用担心，在这个创新实验它既然名为实验就是希望说在正式上路之前能够有一个实验的阶段让这个技术稳定重点是安全所以在这个实验条例的这个过程里面它要求司机还是要坐在驾驶座上他可以随时可以接手这个方向盘这个因突发的状况可以随时变成是手驾让这个危险的状况可以降低所以这个是在目前这个创新实验条例里面的规定那现在全台湾有6个管区一定的积极在这个跟中央来申请这个实验计划那我们台南市虽然不是第一个可是我们也不能够落人于后那这个也是发展智慧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台南市也积极在推动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实验条例里面去跟中央申请因为申请这个条例之后那个公车上面要挂测试牌就是它是一个有这个测试牌之后你在路上才可以司机才可以把手放开开启自动驾驶让这个车子在道路上不用手去驾驶这个车辆在路上走这个是需要经过申请才可以上路否则就违反规定就可以开罚单这个是目前在这个实验条例里面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自驾公车啦咱现在是算讲这实验的这个阶段要等到这个真的很成熟它才能够完全上路啦那么咱这个计划啦它大概的内容是怎样？台南市政府的自驾公车计划呢，是由台南市政府跟南科管理局，还有这个民间的这个李立股份有限公司呢一起来合作提出那是由民间的这个公司呢来准备自动驾驶的公车，也就是说，他把公车顶管呢把它装设一些自动侦测的技术让它可以判断道路上的状况。那另外是把这些状况传到公车上面的电脑，让电脑可以自动的判断，运算之后判断是要加速、减速，还是要左转，还是要右转。那这个自动驾驶的公车是由民间厂商来准备。那我们台南市政府就是准备场域的部分，所以场域就是准备了适当的路线。我们现在找到的是在南科火车站到南科考古馆，这个是假日让这个公车在这个距离里面来做这个接驳公车。那因为假日
南科的这个交通量比较少。另外一条是伫个沙仑高铁站的附近。那怎样讲？今嘛高铁站附近的交通量嘛无讲这大所以我们在高铁站附近呢，目前也进驻了很多重要的机关跟单位那这个可以提供短程的接驳呢，让这些民众呢从高铁站出来之后，可以有一个接驳的这个服务呢，可以到达他们想要去的地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架构。然后我们跟中央来申请这个试车牌那目前的这个试车牌已经申请通过，目前正在进行这个不载客测试实践的阶段。那么这自驾公车，咱这台公车，伊是咱台湾家己生产的，还是进口的？我是用旧的公车去改装就用旧的公车去把它改装了还是原来的那个公车啦所以咱看到的公车跟我们一般的公车都一样的啦只不过有时候你也想看到内底敢若像无人。那么，那他跟我讲，这自驾公车就是无人嘛虽然起码在试验的阶段它还是有人有一个人在操控但是我们会想象自驾无人所以讲，伊根本去弄着人，还是讲伊会去弄着迄障碍物，还是讲边嘛做侪车在开会不会发生车祸？这个袁姐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大家也这个很难想象，伊是安怎来自动实现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技术。大家看无法度去想象。是，那我们特别做了一张图来做比较，上面这个是现在传统的一般公车那下面这个就是自驾公车的这个如何来实现它自驾的技术。那传统人的赛一定是用目睭来看附近的环境比如讲路偌宽啦标线伫倒位号志是什么，然后标志是什么然后呢用大脑来做判断。那自驾公车呢它就是用电脑来做判断。那我们就说现在是 AI 运算的这个电脑智慧那运算之前，他也要知道道路的状况是什么，所以他是透过一些高精度的感知的设备，譬如说他用一些影像侦测器，用一些光学雷达然后事先我们把周遭的这个地图高精度的地图先建置好，传输到电脑里面去。所以所以我们在刚刚为什么说公车路线是最容易实现？因为先把这个周遭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高精度的地图先建好，这个是3D 的地图，那它可以知道，譬如讲也怎样讲伊离边啊，迄行道树够远这行道树偌悬这个都是在预先建置好的地图里面传到电脑里面去。简单来讲，就是传统的车是人脑在开，它自驾公车是电脑在开。那电脑是用一些感测的设备去知道它这个周遭环境是什么，那再回到电脑用 AI 运算来做决策，让这个公车可以实现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比如讲，这张图更加详细台南市的自驾公车目前是用传统的公车去做改装，在车辆改装上就会用一些这个光学雷达、影像侦测器，都有车子的前面、后面、左边、右边都要装设那另外是透过我们刚刚讲的远景，我们现在透过无线网络，那未来5G 的这个建制环境成熟之后，我们会用5G 来做传输，速度更加快，因为我们会知道车子的运算的判断要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就能够判断出来那另外是我们也会在道路的周边去建置一些跟车子的电脑可以沟通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会建置一些影像的侦测器，然后再装饰一些这个无线的基地台，我们把譬如说起码按定够从几秒，要把这个秒数的资讯传给公车，不然它不会，不然它就会只能靠眼睛去，它的侦测设备去看灯号，它没有眼睛可以看，它要用那个电脑来资讯。它用影像辨识东西辨识会有误差，比如说红灯、青灯、黄灯的因为天候的状况，有时候天色比较暗，那个侦测的这个准确度就没那么高。如果我们可以把红绿灯现在是绿灯还剩多少秒传给他，那他就可以及时知道他要加速还是减速，要不要通过这个路口。比如刚够涨六，那到底要加速就可以通过，还是就要开始慢慢的减速，可以让这个自驾公车的这个运作更顺畅。它本身没有这些设备还是可以运作，可是有了路边的这些设备告诉他号志跟标志的状况，那它会运作得更顺畅。他以后会不会讲话？
我记得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个影片，李麦克，对对，他那个不是也会讲话吗？哦，突然间让我去想到那个影片，然后所以以前人家在预知未来的科技真的这个科技就是有一天就实现了哈。这种自驾公车的是讲几乎全部都是用电脑、用人工智慧啦哈。其实呢，咱今嘛的车，咱在开车的时候，虽然不是完全电脑，也不是完全人工智慧，但是有当时有一部分啊。你比如讲，咱在倒车的时候，是不是哈？都会给你哔哔哔哈。如果你要靠近的那个障碍物的时候，伊就可以给你哔哔哔嘛哈。以前还无啊，以前有这样哦，来，哈，那个鬼啊！那现在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有那个这个设备的时候，咱开车的人就免有人在后边看哈。啊，以后的公车这种自驾公车就是全部都用电脑，全部都用人工智慧啦哈。啊，就是有这种科技啦，咱就爱随着这个时代这个进步啊。对，好，就跟着。因为现在小汽车的这些部分的辅助装置，其实就是这个部分自动驾驶技术的实现。譬如讲嘛，小汽车有自动刹停的技术，就是你跟车的时候，如果你一闪神，对不对？车距太近的时候，它就自动帮你刹车，对，让你不会撞上去。对对对，我见我最近家里面的人开车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把那个方向盘就在高速公路嘞，他就把这个手放开，就是表示那个。车子它也是很先进，是，所以其实目前慢慢的在一步一步在实现自动驾驶的技术。对，那就是讲咱今嘛当然都在实验的阶段我们也要开始上路嘛。我看到那个台北的一个影片，它是晚上，对，在信义路，因为在实验的阶段就是晚上，因为台北跟咱台南不像因为台北的人他们几乎都是坐公车、坐捷运不像讲咱台南人坐公车的那个几率，真的跟北部人不太一样所以呢，他们要用晚上用晚上的时候，那个就是去到那个对，然后他们就可以用晚上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是在晚上，对，我们是白天，对，好，刚刚袁姐提到就是说，目前全国走得最快是台北市在信义路的公车专用道，那目前已经结束不载客的实验，开始可以进入载客实验阶段。那它目前就是预约，民众预约就可以去搭乘。那台北市我们知道说，台北市的这个信义路的交通状况那个交通量非常的繁忙，所以利用是晚上的时间晚上这个公车收班之后，路上的交通量也没有那么大也目的的诉求就是说。还是有一些晚上这个在半夜活动的人，他在晚上也需要坐公车，所以我们来服务公车休班了他也是可以提供一些班次的服务，所以这个是他们现在正在实验的这个服务。那台南市因为刚刚提到重点是。因为它是实验计划，所以初期安全还是最重要，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交通量冲击比较不会那么严重的地方所以我们目前台南市是在假日呢，我们会开行从南科火车站到南科考古馆的这个循环的路线那我们知道。那个考古馆是目前最近很夯的这个观光景点，那我们在假日来开行可以有满足观光的这个旅事的需要。那这个是假日，那我们是白天来服务，因为考古馆是白天开。那另外是我们在台南这个沙仑高铁站的周遭那我们也开了一个循环路线。那这个部分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平常日来开。那这个部分我们知道。目前沙仑站的周遭交通量也没有那么的大所以我们可以来适合在这个比较低交通量的环境来做这个无人驾驶的实验那我们知道，因为最近也有很多的单位进驻这个在火车站的高铁站的周遭，所以我们希望是这个服务是有人要搭的啦，不是为了实验而实验。我们希望有人来接我们这个服务提供才有意义。对，所以目前是我们在实验的路线是在。这两个阶段，在这两个这个场域里面来做实验。那它的公车票价都跟我们一般平常的那个公车票价都一样。我们目前还在实验阶段那还没有正式变成公车路线之前，都会是免费的搭乘。那所以我们未来目前是在这个不载客这个实验的阶段。那我们预计是要实验大概3个月左右所以到年底之前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不载客实验。那不载客实验目的就是上路来收集
资讯，收集数据状况啊，让电脑学习，有可能是就是让他知道一下，是可能我们也是在了解说，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一个是因为所谓 AI 人工智慧，就是你要让电脑不停的学习各种不同的状况，我们要去模拟，比如说有一个人冲进去。还是有一台奥多拜冲进去，还是头前有车在旁边违规临停，这个公车他要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情境，他怎么做决策，就好像让他学习。我们现在的那个智慧手机啊，我们辨识脸，对，或是说用手指的指纹的时候，越用也越准。你得要用这种角度可以好一辨识啊，对啊，然后他输入了。以后你用不同的角度进去，因为我们这一次用这样子，我们下一次不一定这么准确哈。那所以你可以做这些资讯哈，它那个资讯就存在伊的那个电脑里面，晶片它的资料库里面，对啊，然后我们以后如果碰下，他就知道了。是，所以不载客测试目的就是让它收集各种不同的情况，让电脑去做学习。那这个数据呢，这个学习完毕之后，经过审查通过之后，才可以开始载客。就是让人家可以上去，让乘客可以上去坐。那会载客的大概什么时候？我们大概是明年的第1季，可以来让民众来做这个搭乘的这个实验了哈。所以我们明年第1季可以来开放载客的试乘，因为我们预计要3个月来收集这些数据，大概到年底。那希望顺利的话，经过审查同意通过，就可以来开放民众来预约搭乘。也是这几条路线。对，这2条路线，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路线一直收集数据。对。那未来啦哈，我可以看看那表嘛，其实会越来越多嘛哈。希望是这样，对。我们会怎样再发展出去？那我们这个载客测试完毕之后，也是要经过审查，就是说这个整个运作的状况是 OK 的哈。那当然，第一个除了车子自己这家公车自己来做收集数据之外，我们也希望让它跟我们市民朋友旁边这个路上开车的、骑机车的，还有行人，大家跟这个车辆的互动，大家能够熟悉了解，不用害怕说它是这家公车，所以我们要离它远一点，或是怎么样就是说，让公车自己学习，那也让环境的这个开小汽车的人、骑机车的人跟行人可以来熟悉怎么跟这家公车互动。那这些数据都收集完毕之后，这个开始做载客测试。那载客测试完成之后，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结合我们的公车的业者，把咱的公车业者吹入来，让它变成是一条正式的公车路线。那这个希望变成公车路线之后，未来就可以开始来开放营运。所以在还没有正式成为公车路线之前，应该都是免费的搭乘。变成公车路线之后，就跟我们淡南公车路线一样，上车刷卡来付费。但是即马咱在看节目有人皮错我的公车司机想讲我后摆是不是无到了？这个状况会发生吗？应该是说目前还在实验阶段。那我们是这个预期呢，短期之内应该不至于，因为这个公车司机还是需要在车上随时应付突发的状况，因为安全还是最重要。我想在这个实验条例里面，安全是最重要的。那这种自驾公车来对实验阶段来对人也是公车司机吗？还是电脑人员？没有，是司机。也是司机啊，哈。也是他必须要有大客车驾照，因为你要随时变成是人驾，随时接手这台大公车，对，随时变成人驾。嘛是公车的司机，是去咧掌控。对，他需要有大客车的这个驾照来行驶。那么未来我们的愿景呢？是。我想，刚刚袁姐有提到，就是说，公车司机会不会失业了？我想，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些，第一个就是说，在实验阶段，公车司机还是在上面随时接手这个安全为重。那未来，就算可以真正不需要大客车驾驶，有驾驶技术的人在上面开，我们希望这些人力可以转型，例如说，可以在车上做一些这个服务的提供啊，这个就像袁姐刚刚提到的。这个公车车长小姐这样，就是说让这个公车的服务可以这个提供得更好。另外一方面是，都很久当去坐台北的捷运，它其实也是自动驾驶，可是它还是有列车长在前面，它要随时处理突发的状况。所以咱就要改变人力啊。对，把这个驾驶的工作的负担降低了，不然你要塞车其实做辛苦。因为要全神贯注，全神贯注所以以后把它转型成就是它只是处理服务旅客、处理突发的状况的问题。我想这个是未来我们
可以思考这个让公车的服务可以更升级的这个部分。那未来对于台南市政府对于这个自驾公车的发展，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实验，第一个透过实验的阶段来验证这样的技术，把它引进台南市到底可不可行那另外是如果可行之后，我们希望它一定要走到商业运转，因为它如果没有办法真正提供服务，它会是为了科技而科技，为了实验而实验。那像之前也有几个活动比如说之前台中花博，它也有为了这个花博的接驳，它有引进自驾公车，可是它这个花博活动结束之后就没了，自驾公车就结束了。对，那就很可惜。那这样子很短命呢。对，很可惜啊。对，因为寿命没有办法延续。它有点是为了自驾公车，为了这个花博呢，也提供一些噱头，不是说噱头，就是说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的服务。可是当然这个过程都有留下很好的实验的记录，可以让未来的自驾公车发展可以参考。可是太可惜了，它没有办法进入比较长期的营运，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自驾公车发展可以成为大台南公车路线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部分。那个也算是一种实验的阶段啊。对。那另外是我们也希望这个借由这个自驾公车的发展，我们知道台南市有南科，我们有绿能科学城。那一个自驾公车的技术，它需要很多的这个车辆的制造啦，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 AI 的电脑的智慧然后还有这些侦测设备不管是摄影机啦，或是光学雷达等等，这些其实在台南市的产业都非常的有发展。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技术的发展，把这样的产业留在台南，那协助我们南科跟未来绿能科学城这些先进技术，也就是说把它变成是用点来讲把它变成是一个产业链。那未来这些高科技的发展，对，可以留在台南市。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可以落地、可以来应用的这些服务的话，就是要让它更成熟了。对，那这些厂商发展这些技术，他就不知道到底它能够做什么用。对，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实际服务的落地，让未来这些自驾公车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技术能够有一个出路，让这些技术可以在这些自驾公车上面可以做实现。所以这个时代科技一直在进步啦咱嘛要对着时代科技在进步啦市政府就是做领头羊嘛咱带动这个自驾公车啦今仔日呢，咱感谢咱局长来跟咱讲这个自驾公车。最后，咱局长刚刚有啥话要跟咱讲？是，我们目前自驾公车正在这个南科跟这个沙仑，我们刚刚讲这个路线，两个路线在做不载客的实验，正在收集数据，所以市民朋友非常有机会可以在路上就看到。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投以特别的眼光就是把它当作是一般的车辆那其实老实来说，就是我们常常在说这个路上的车祸，其实大部分原因是人为的因素，就是说打瞌睡，对，然后这个紧张啦，这个晃神啦，没有注意那可是自驾公车其实未来可以减少这些事故，为什么？因为它是电脑，它不会累，它的决策是100%，你告诉他遇到人要刹车，他就会刹车，所以其实对，自驾技术的发展，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汽车会越来越多的这种自动驾驶辅助的技术进来，为了协助驾驶，让它更轻松，让它不会发生事故所以自驾公车、自驾技术的发展，老实来讲，其实是降低事故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这就是让咱的人力会放轻松啦咱人就爱去学较济迄个资讯科技的迄个一寡这的技术啦安尼咱就会当驾驭这个智慧公车是讲以后有可能是无人车嘛那么今天真感谢咱局长甲咱乡亲朋友来报告咱未来台南市的这个自驾公车，咱对这个自驾公车有一寡这个了解。那么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向前行，下次见。